我哋成日講委身，但感覺咧總係有啲怕，因為驚咧唔係委身，而係委身，怕耶穌咧攞咗我哋條命。但我哋有冇諗過，其實委身唔係一個基督教術語咁簡單，而係指緊我哋生命人生嘅投放同埋取向。問題係我哋將我哋嘅生命委身喺乜嘢上面？係工作？係家庭？係夢想？係愛情？又或者會唔會係玩樂？甚至乎有時我哋都唔係好知自己委身咗喺乜嘢嘅上面。但如果我哋翻去我哋嘅信仰上面，委身其實係代表住耶穌向我哋發出委身喺同佢嘅關係上面。簡單啲講，其實就係委身喺耶穌嘅身上面。我哋唔難發現，其實福音書有好多唔少記載住耶穌向人發出來跟從我嘅呼召同埋邀請。有啲人選擇咗聽，然後跟隨咗耶穌；有啲人選擇咗拒絕，然後離開；亦都有一啲人徘徊猶豫嘅當中。但如果我哋細心啲睇，每一個選擇跟從耶穌嘅人，佢哋嘅行動都包括緊一啲嘅捨棄，就好似彼得同佢幾個兄弟一樣，要捨棄漁網；利未要捨棄去稅吏嘅工作，甚至乎撒該佢都要捨棄去罪惡嘅金錢。換言之，委身起跟從耶穌意味住人要放棄以自己或者其他嘅東西成為佢生命嘅中心，選擇以耶穌基督為佢生命嘅中心。委身裏面包含嘅跟從同埋捨棄並唔係純粹咧我俾多啲時間返教會，或者勤力啲讀聖經，甚至乎睇少啲韓劇咁簡單，而係喺我哋嘅生命上面嘅投放，人生倫理道德價值嘅取向選擇，我哋都願意咧持續以耶穌嘅期望去生活去選擇，即係話最後我哋願意向耶穌講 Yes Jesus。 所以門訓所講嘅委身並唔係指委身喺一個課程或者一套嘅知識上面，而係指委身喺同耶穌嘅關係上面，由耶穌去決定我哋嘅生命嘅取向。點解叫門訓3分鐘嘅？因為1分鐘唔夠講，所以叫3分鐘咯。咁不過我哋做門徒就一世嘅喎，